體運輸邁向智慧綠色未來。行政長官喺2023年施政報告提出喺洪水橋下村同元朗南新發展區建造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為區內帶嚟優質嘅接駁運輸服務。系統會連接區內主要活動中心同住宅區，到屯馬綫、輕鐵、未來嘅港深西部鐵路同運輸交匯樞紐。系統1號綫長約6公里，而設10個車站，將分階段推展。採用環保路面模式，無需實體軌道，直接喺道路上行駛，更能融入周邊社區同環境，可靈活調整路綫同班次，配合實際乘客需求，並以綠色能源驅動，減少對環境嘅影響，節省建造時間同成本。加上貼心嘅車站設計，上落更便捷。系統大部分為專用道路，喺主要繁忙路口同路面交通分層分隔，結合創新技術，喺非繁忙共用路口以實時監測分析交通狀況同需求，動態分配燈號時間，透過智能交通管理，令整體交通更暢順。政府亦會預留彈性，鼓勵營運商透過車聯網技術，加強系統嘅路況感知同預警潛在風險，從而提升道路安全。智綠出行帶嚟集智慧、綠色、便捷於一身嘅出行體驗。